2月8號，日本嘅眾議院重選，呢個自民黨得到歷史以嚟嘅新高，歷史以嚟嘅316票，眾議院單黨咧就已經攞咗自從二戰以嚟最多嘅席位。咁到底呢個是否代表咗日本嘅民意呢？定還是咗代表更多嘅嘢呢？咁今集就會同大家分析點解會破咗呢個歷史記錄。咁到底是否馬上日本就可以修憲改憲嚟到裝備自己成為一個能夠發動戰事嘅國家呢？咁就會同大家嚟到去根據日本嘅國會系統啦，同埋法律系統咧嚟到稍作一個破解出邊嘅時評分析嘅。好多人就話今次因為得到特朗普嘅完全支持，因為特朗普話表示完全支持高市早苗重選，話佢好 popular 咁樣，所以咧就今次就奇效見功。咁到底美國同埋日本喺而家選到啦，咁關係底下，亦都特朗普表示完全支持，背後又有人釋出消息話咧，其實特朗普背後嬲到飛起，嬲到震，好嬲高市，仲話嬲啲乜嘢咧？咁就美國點解要支持日本咧？以特朗普咁保守嘅呢個白人至上同埋保守主義嚟到計，點解要支持日本咧？有咩利益咧？背後亦都會同大家嚟到解釋下，關係到國際局勢嘅。嗱，而家選到第一件事，而家雄心壯志嘅高市早苗咧，就話第一件事其實要知咩？要還神，即係要去靖國神社度還神。咁呢個咧，亦都係呢個日本嘅傳統嚟嘅。咁到底佢會唔會去呢？咁佢話如果得到鄰國嘅理解，佢會去。咁同大家講一講咧，喺咩情況下佢會去參拜靖國神社？個可能性有幾大咯？除此之外，咁講到其他所謂鄰國，其實係講緊中國同埋俄羅斯。因為中國同埋俄羅斯咧，如果日本再有任何僭越同埋同呢個戰爭兩個字有關嘅行為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完全唔使同五常通報咧，你就直接打佢嘅。俄羅斯係最想添。咁到底周邊嘅國家韓國、朝鮮同埋俄羅斯，日本會如何自處呢？俄羅斯有咩反應呢？今集就會同大家嚟到一併咁嚟到去分析嘅，亦都順便分析下日本嘅前路。